聽人講個智能合約就好似自動販賣機咁，聽落嚟咧就好似好簡單嘅片面嘅比喻，但係原來呢個先係真正智能合約嘅精髓所在。咁呢一集我就想10分鐘之內講清楚智能合約究竟係乜嘢，點解佢會完全改變我哋對信任同埋商業模式嘅想像，佢係咪真係會預示未來經濟行為呢？首先咧，我哋就要從合約呢兩字講起。咁喺傳統嘅世界入邊啦，一份合約咧係由兩個人或者兩個機構簽署嘅，用文字寫明。如果有一方做到某一件事，另外一方咧就要做出相當嘅回應啦。例如你俾500萬我就交樓俾你。但係呢份合約咧就係靠法律去執行嘅。如果有任何拗撬咧，就要打官司，又要揾律師上庭，又嘥時間又嘥錢。咁正所謂智能合約 （smart contract） 啦，並唔係一份真真正正嘅法律文件，亦都唔係乜嘢 AI 人工智能。佢咧就係一段寫好咗嘅電腦程式碼，部署喺區塊鏈上面。咁程式入邊啦，就會設定好一連串嘅條件。例如，如果我收到錢，就會自動發貨送貨啦。如果今日嘅投票超過過半數咧，就會自動執行某一個決策。如果今日氣溫低過5度，就賠償客戶嘅旅遊保險。咁簡單啲嚟講啦，智能合約咧就係一種自動履行承諾嘅邏輯機器。最重要嘅係，一旦部署咗喺區塊鏈度，就冇人可以再改。你唔可以中途話反口，亦都唔可以之後去改變任何嘅記錄，因為係儲存喺一個去中心化嘅網絡上面，係由成千上萬部電腦共同咁記錄。咁換句話講啦，就係你唔需要信得過某個人，或者你唔需要揾第三方去監察，你只要相信程式碼會做佢應該做嘅嘢。而你當呢啲嘅邏輯應用喺金融啊、保險、物流、投票，甚至喺遊戲入邊咧，就可以創造一套公平、公開、唔可以作弊嘅自動系統。所以講到底，智能合約咧最革命性唔係去快，唔係去慳人力，而係去改變咗一個最根本嘅概念：點樣先叫信任？